有一個講法，我唔知道個出處，佢就係話10年黃金變爛銅，黃金會唔會變爛銅呢？買一個金礦嘅價錢視乎佢嘅地點、佢嘅狀態同埋佢嘅面積，點睇都唔係一啲好簡單嘅數目，要專家去勘探之外，仲要好多工人，跟住要去租或者去買呢啲喐下百幾200萬一架嘅工程車。幫手掘金嘅車呢係有好多款式嘅，你睇下呢架車幾大，你只要參考下同人嘅比例，咁你就想像到佢有幾巨型。呢一款應該唔係最巨型嗰啲嚟嘅喎，呢啲車係負責將嗰啲泥同埋石頭搬返去工廠，跟住呢就揼碎啲石頭，加水，跟住呢就睇下沉底入邊有幾多黃金。你淨係睇下呢啲車咁大架，就知道佢要耗用幾多能源。有時一車嘅泥頭都未必有1安士純金。掘金嘅地方往往呢就係一啲好偏僻、好荒涼嘅地方，因為一啲就腳嘅地方都俾人哋掘過晒，咁就由呢啲咁荒涼嘅地方呢，就要將啲泥車去佢哋嘅工廠。喺連確定有幾多黃金可以掘到出嚟都唔知嘅情況之下呢，首先你要投入資金起呢個設施。睇下呢啲投資幾龐大，加埋人力物力同埋能源成本，返唔返到本？你靠佢挖返去一噸一噸嘅石頭啊、泥啊、沙啊入邊，最後揾到幾多金嚟到決定佢會唔會蝕本。當然有啲人就好似佢咁，就揸住個金屬探測器同埋個盤，周圍去淘金。佢哋一去呢，就去幾日，甚至1、2個星期，就喺附近紮營或者住酒店。佢哋揸好遠路去呢啲地方，就算係咁，佢淘返嚟嘅黃金並唔係免費，因為佢投入咗佢嘅時間、佢嘅精神、佢嘅食物、佢嘅生活費。而埋佢之前淘唔到金嗰啲日子嘅成本都會計埋落去今日淘到金嘅成本入邊，金點會係冇價值？呢一個係2021年嘅數字，當時掘金嘅成本係1048蚊1安士。當你揸住一個1安士嘅金幣，你見到嘅唔係淨係1安士嘅純金，佢代表咗投資一個金礦之外，好多能源，好多人嘅運氣，佢哋付出嘅精神、時間，仲有佢哋嘅眼光同埋經驗，仲有好巨額嘅投資，買一啲生產設備，一啲好大型嘅泥頭車，到最後掘咗啲金出嚟，又要檢測，又要拎去提煉同埋加工。每一個程序都有風險，過程之中又要將佢哋運嚟運去，都仲未完喎，因為客人唔會買一堆堆嘅金粒，佢哋要將呢啲黃金送去唔同嘅鑄幣廠，一係鑄成金條，一係鑄成金幣，用好講究嘅工藝將佢做成你手上邊嘅金幣，後仲要用最高級別嘅押運公司，由世界各地將呢啲金幣運嚟香港，然後再送去銀行或者啲賣金嘅公司，成個過程都要俾好高昂嘅保險費，同埋防盜設備都不在話下。呢啲存金嘅地方，佢個保險庫係一個人都行得入去嘅夾萬，然後先至可以順利將呢啲金條或者金幣放喺客人面前，請客人選購。如果有人話俾2萬幾蚊買1安士嘅黃金係好貴，不如將嗰2萬幾蚊俾佢賺，等佢試下掘1安士黃金去賺嗰2萬幾蚊。如果唔係因為有 economies of scale， 2萬幾蚊係買唔到一個1安士金幣。10年黃金變爛銅，就算銅都唔係爛銅，掘銅呢都係好高成本。希望你鍾意呢個 video，請你 like 呢個 video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多謝。